腎臟咧其實係人體裏邊一個好重要嘅維生器官嚟嘅。人體咧有2個腎，佢哋最主要功能咧就係過濾血液，排出咧身體入邊新陳代謝嘅廢物啦、多餘嘅水分同埋電解質，成為尿液排出體外，幫助身體咧維持水分、電解質同埋酸鹼度嘅平衡。咁好多人都知道咧，肝臟有再生嘅能力，但係腎臟咧就冇呢個能力啦，失去咗就係失去咗。咁所以如果腎臟有腫瘤嘅話咧，醫生咧都好希望幫助病人除咗切除咗腫瘤之外咧，盡量幫病人保留正常嘅腎組織，維持腎功能。咁腎癌咧其實唔係一個常見嘅腫瘤嚟嘅，但係近年患病人數上升嘅趨勢咧係不容忽視嘅。咁喺香港近10年患病嘅人數咧，其實上升咗接近1倍。而家每年新症嘅數目咧都有接近1000宗。多咗人確診嘅原因咧，主要係因為市民嘅健康意識提高啦，同埋醫療嘅普及，更加容易咁樣做到一啲檢查，例如電腦掃描或者超聲波檢查咁樣，因而發現咧更加多早期嘅癌症㗎。而呢啲早期嘅癌症咧，通常嚟講都冇病徵嘅，係一個意外嘅發現。但係如果呢啲癌症冇被發現而繼續生長，去到某一個階段嘅話，例如越嚟越大或者有擴散嘅情況嘅話咧，病人就可能有症狀啦，例如血尿、後腰痛，甚至乎腹部摸到有硬塊咁樣。而如果有擴散嘅情況，更加可能有骨痛、疲倦、消瘦、發燒同埋貧血等等嘅情況添。咁早期嘅腎癌咧，我哋通常係指第1期、第2期嘅腎癌。呢啲腫瘤咧係局限喺腎臟以內，冇明顯嘅擴散情況。而手術咧就係主要根治早期癌症嘅方法啦。當腫瘤較細嘅時候，例如7cm 以下啦，我哋通常都可以做到局部腎切除嘅手術。切除腫瘤之餘，亦都可以保留盡量多嘅腎功能。而當腫瘤較大嘅時候咧，就未必可以淨係切除腫瘤啦。呢個時候我哋就要考慮根治性嘅腎切除手術，切除整個腎臟先至可以根治呢個癌症嘅。咁部分腎切除手術咧就會保留一啲正常嘅腎組織啦，可以長遠咧減低病人咧腎衰竭嘅風險。一啲特定嘅病人，例如係單腎嘅病人啦，或者2個腎都同時有癌症，又或者慢性腎病嘅患者咧，係特別需要呢一種手術㗎。手術方式方面咧，就分為傳統開放式剖腹手術、腹腔鏡手術同埋機械臂輔助手術。以日趨成熟嘅機械臂輔助手術為例啊，咁呢個係一個微創嘅技術嚟嘅，有傷口少、復原快嘅優點。通常病人咧住院3至5日就可以出院㗎啦。手術過程方面，醫生就會喺腹部開幾個大約1cm 度嘅小切口，之後咧就放入機械臂，再透過操作台咧去到操作機械臂進行手術。機械臂輔助手術咧有好多好處嘅。咁首先機械臂嗰個喐動嘅自由度大啦，我哋可以做一啲好微細嘅動作，同埋佢嘅內視鏡頭咧亦都有立體同埋放大嘅功能。配合起嚟咧，我哋就可以大大咁增加手術嘅準確度啦，可以更加精確咁樣咧切除腎臟嘅腫瘤啦，同埋幫腎臟止血縫合嘅。除咗機械臂嘅應用之外咧，仲有其他科技可以幫到我哋嘅。其中一樣咧就係立體打印技術啦。咁透過軟件啦，我哋可以將電腦掃描嘅影像轉化為立體嘅影像，咁再用 3D 打印機打印出嚟。就好似呢個模型咁啦，我哋可以更加準確同埋直觀咁樣睇到腫瘤嘅位置啦，同埋大細，亦都可以見得到咧血管嘅分支走向。呢方面嘅資訊咧，對於我哋術前嘅準備啦，同埋對病人解釋方面咧，都有好大嘅好處嘅。最後，究竟病人適合做邊一類嘅手術，其實仲有其他考慮嘅，包括腫瘤嘅大細啦、位置同埋佢哋同周邊重要嘅組織嘅關係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病人都要諮詢返你哋嘅泌尿科醫生，了解清楚啦。